咁今日開幕嘅社區西環嘅社區客廳呢，其實係繼今年2月啟用嘅西營盤社區客廳之後呢，中西區嘅係第2個嘅社區客廳，為有需要嘅街坊呢提供一啲共享嘅空間、多元嘅設施同埋一啲貼心嘅服務。咁西環社區客廳嘅實用面積呢係有3000平方尺，咁預計呢可以為380個劏房家庭呢係提供服務嘅。咁全年嘅接待呢係大約57000人次。咁連同同區嘅西營盤社區客廳呢，2間社區客廳呢全年可以為區內街坊提供大約94000人次嘅服務。其實呢，政府喺推進呢個社區客廳計劃嘅步伐呢係從未放慢嘅。咁喺社會各界嘅大力支持之下，西環社區客廳已經係今年嘅第4間新開幕嘅社區客廳。咁計劃推出至今呢，全港已經有13間嘅社區客廳投入服務啦，合共係預計每年可以為超過6300個劏房提供係服務嘅。